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关系，连续停办2天。原底要伫咧册展展现的公民册区，对4月1开始到初6会伫上山文创园区重新展出。拢总有40外间出版社、28个 NGO 组织，也阁有独立册店来参与，而且这回也有各种主题的讲座活动。 台北国际册展为2017年开始，由独立出版社、独立册店和 NGO 团体做伙合作，杀出公民册区，展出多元创新有台湾精神的出版品。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搁再因为疫情取消，但公民册区的团体特别把展出内容刷到上山文创园区的5号仓库，为4月初1展出到初6免费入场。所以我们这次就分了4区。 一区是独立出版，一区是独立书店，然后一区是 NGO 组织，他们的一些很多团体集合在一起呈现这样，然后另外一区就是独立摊位，有一些大块文化、书林、Remove 电子书，然后还找了2个小的饮食摊。 老者表示，主办册展以来，都是尽量想要好内容活泼精彩，所以这边公民册展的规划，除了有册通看，嘛有实物，阁有讨论各种社会议题讲座。阮有推出两个作品，一个是讲难民的，就是没朋友只有3。 马鲁斯到狱中的札记，那这本册是住在伊拉克的一个记者，他逃离了伊拉克，逃离自己的国家，马鲁斯岛还有一个难民营，所以伊故事就是讲伊的逃离的过程，甲迄难民营的状况安尼。除了台湾主题讲座讨论，嘛有 NGO 团体举办的真人图书馆，就是 NGO 团体会有真人在现场，有1个小时的时段。 然后你可以去跟他讨论，哎，你这个团体在做什么事情，在讨论，在倡议什么样的重点议题，都可以在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得到一个回答。公民册区其实是为2011年由老姐刘祖华和陈夏明合作的读字去旅行所衍生出来。为原本干那独立出版社，后来加入独立册店、NGO 团体，规模哪来哪大。今年嘛拄好是公民册展的10周年，主办单位邀请民众趁连续假期做回来踅册展，享受阅读的乐趣。记者杨淑静、曾慧文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